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7月26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12节到22节，撒母耳下卷11章14节到21节，腓立比书第4章14节到2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感谢。咱前礼拜7月24的读经分享中间，咱已经提到收割。伫传统农业社会宗教生活内底，收割了后总是会举行庆丰收，也是感谢祭。无论伫西方国家，亲像英国、加拿大，甚至是台湾原住民，有即种丰年祭。这献上感谢，拢是因为甲收成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美国的感恩节虽然是甲收成无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甲得着有关系啦吼。因为当初时5月花的即只船所在新移民来到美洲的时阵，因拄着冬天，迄个时阵美洲的原住民带着火鸡以及这类食物来帮咱即群人度过真寒的冬天。无论怎样的感谢，对伫所领受的恩典，无论什么款的恩典，或者是多，或者是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即种的人是有感恩的心的人才做会到的啦吼。因为有的人就是总是掠做讲理所当然的啦吼。特别是一寡较骄傲的人，伊拢感觉即种心态，伊袂晓捌得讲爱献上感恩啦吼。伫迄本来文，感恩甲学乐基本上是同字根的。知影感恩的人就会晓学乐，会赞美学乐人所做的代志。会晓学乐的人就会晓看得别人，看重别人存在，甲别人的功德。即种的人基本上是谦卑的，因为一个骄傲的人就袂看到别人的贡献甲功德，也毋知家己着爱献上感谢。伫最近台湾的防疫的中间，拄伫前礼拜。有人咧提问啦，就是讲像台北即个防疫的中间，中央有派人去，人就咧问首长，伊讲亲像吼，咱咧苗栗啥物所在吼，伊去做了真好啦吼，你感觉是毋是伊的帮衬吼？即个首长就讲，无拢我做诶。咱看见真侪即种诶代志，伫骄傲人诶心中是无有感谢的这项事啦吼。咱倒转来看大鼻王啦吼，伊本底嘛是一个真会晓得感谢的人，时常归荣光互上帝。但是伊却为着一个富人人伫遐来失去即种的心吼。咱看见伊是毋是安尼袂晓得疼惜伊家己的即个将军啦吼，为着即个查某，伊着陷害伊的部下乌利亚将军，只不过是因为伊是即个查某人别是别的丈夫啦吼，阻挡伊的即个欲望吼。其实得到是真值得感恩的代志啦吼，因为感恩感谢即个，互即个得到即项代志，显得真有意义啦吼。一个感谢的人是一个知影满足的人，伊袂一直讨，代表就是安尼嫌无够。要求的人，就是基本上是不知足的啦，也毋知影通好感谢，这就是咧指代笔所讲的。保罗甲这个教会讲，伊写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伊讲：
我伫主的生命内底有极大的喜乐，因为过了一段时间，现在恁搁一摆来供应我，其实我一直来关心恁一直来关心我，只是无有机会表示来听。我安尼讲，毋是因为我欠缺啥物，我会晓来对现状感觉满足。我知影怎样过一个爽享的生活，也知影怎样过一个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饱足也好，枵饿也好，丰富也好，欠缺也好，随时我拢知足。借着基督所享受的快乐，我会通适应任何的情景。所以因为伊安尼，伊感谢。伊为了伊所得到，无论济少，无论是怎样，伊对退着这个提供这帮助的这个人，伊来献上感恩。对关注者、对帮助者来讲，因是实践信仰。亲像马太福音25章，耶稣基督所咧教导的讲，因为我枵恁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病恁看顾我，恁来帮助我，我真感谢吼。这个这是保罗伫腓立比教会这个培训中间，甲这个基督徒所讲的。伊讲恁看顾我，吼，伫我有困难的时阵，恁来帮助我，伊有真感谢。腓立比人拢知影，吼，我传福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迄个时阵只有恁的教会帮助我。有份伫我会得失的中间，伫帖撒罗尼迦的时阵，若一摆我有需要，恁就来帮助我。这是腓立比教会因所做这的事。事实上，腓立比毋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区域，有真济的基督徒伫遐，因有真水的见证。当然，咱对伫遮真心会提供、真心奉献的人，对因来讲，因并毋是真质疑因所帮助的对象。也就是讲，咱讲遮的帮助者无应该质疑讲你有甲我倒写，你有甲安怎无？但是呢，因知影家己所做的是为着基督来做，是为着主来做的，并无需要得到回报。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对保罗来讲，伊所提起的，伊所得到的帮助，无论济无论少，伊拢着爱来献上感谢。这嘛是另外基督徒的一个特质。所以安尼来讲，就是讲，因为因即种无求回报的这个心，互因会通得到这个更较济对上帝遐来福气的凭据。保罗也安尼甲因讲，毋是我爱贪什么款得到的礼物，是望恁会当得到阁有剩，规日伫恁的帐幕顶悬。安尼恁所送我一切礼物收据，恁所送超过我的需要，100佛退恁带来遮济济丰盛的礼物。亲像真芳的香气，上帝所欢喜的祭品。我的上帝照伊伫基督遐的丰盛的福分，将恁所需要一切赏赐互恁。愿荣耀归伫咱的父上帝，代代无尽。阿们。这是保罗对腓立比遮的基督徒所祝福的话，伊表达伊凡事感谢，这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使命。就伫顶礼拜六7月24的分享中间，咱伫守寡的时，咱已经提到，咱有修成，咱有得到，咱就是爱献上感谢，对提供帮助的人献上感谢，对咱的上帝也献上感谢。